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4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加讲台语、加写台文，问大家加讲家己的母语。前3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暗公才有真辛苦去到这个读册会的网站，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3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ouTube 的影片。因为有推友建议讲，想要用手机较方便收听，搁伫咧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址会当伫空间顶面看到链接，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阁有读册心得的发表问题，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有啥物感想看法，会使写你的读册心得。发表伫咧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即礼拜咱竞选的文章是，互咱的主题有机会读台语、写台语。作者是陈良伟教授。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日刊第363页开始，线顶第44期。第6页开始，无册的朋友同款会当伫即个空间顶面找到连结。这本册做了足水，真有收藏的价值，嘛会使用来做学习台文的工具。内容嘛真丰富，所捌有想要买的会当紧去买。即礼拜敢若竞选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较长，所以若是有要甲大家来读册的人，请举麦，望来参加的人拢会当试看卖。欢迎阿明。好，安尼我先读头前2拍，互咱的主题有机会读台语、写台语。各位关心台语甲台文的前辈甲同仁，今仔日咱有分伫台文工作第一线的各团体做伙伫遮开即个座谈会，要来呼吁台湾的媒体毋通歧视台文，要来呼吁社会毋通歧视母语。会中有真侪人要代表各团体，对各种无同的角度来报告大家的心得。我个人要报告我伫清华大学的台语课，用母语教育的观点来呼吁咱台湾的媒体重视台语的书面语，互咱的主题有机会读台语、写台语，毋通搁再亲像咱安尼少年台语适学，大汉变做台湾话文的青面牛。迄种敢若会中文、英文的台语的文盲。真感谢阿明，阿明读的这2拍敢有啥物意思？大家感觉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无共款的讲法拢会使。阿明读了真好哦。黑米老师你好，黑米老师请讲。迄个呼吁咧读的时候要接受爱变调，呼吁社会。后壁为迄个3年前开始，敢有人要来读？有2个人举手。我举手是因为我要问一个，请讲。会中有真侪人要代表各团体，我嘛捌听人讲团体，这想要交大家讨论一下，到底是要团体还是团体？团体哦，敢捌听过这个讲法？我毋捌听过呢，毋知这是倒位的腔口，请教一下。敢若有2字，其他人若有听过，敢会使互一个爱心？无？感谢2字的分享。安尼第3拍，林小歪是毋是要来甲咱读？对，安尼我开始来读。3年前有7位县市长对因的选民约束，讲因若当选，因要实施双语教育。到目前为止实行了啥款？因的选民要问，伫国民党执政也伫控制学校教育的当今各市要实施双语教育困难重重，但是真侪县市有伫进行，
母语教育的推动，即马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呼吁关心本土化的各媒体极力反映民意，互母语教育的实施会当成功。这是咱今仔日座谈的重点之一。即摆立法委员的选举，绝大多数我不要念，候选人的竞选拢是用台湾话，连文宣也真侪是用台文写的。当咱咧庆祝新当选的，咱要讲出咱的期待，咱期待因会用选民的语言来质询，搁较期待因会为因选民的语言甲文化，伫立法院争取双语教育的实施。我念到这。真感谢连小话。第二，请讲。第一，我想要问讲，迄个困难是重还是定？过来第二个是期待还是期待？这两点。感谢。我先分享一个我个人是会读困难重啊。另外，迄字嘛是期待，THAI 第7条，以上。敢有人有无共款的讲法？我查台语其实是重甲定拢有收。第4趴迄个连小话讲绝大多数还是绝大多数？我敢有念毋对？后两句请讲。绝大多数感觉是迄个华语影响的。若我咧读，我直接讲大多数安尼就好。大多数，好。嘿，过来连小话有一个迄个母语迄个吼，迄个歌录音迄个歌，嘿，母语。好，感谢两字。第5趴，我伫29年前开始。海伟老师请讲。拄则有问迄个期待。安尼第5趴，我你来试看。大家好，我是莫妮。你好。我伫29年前出国去美国留学，后来伫夏威夷大学研究汉语、台语，已经有26年啊。今年1992年9月，我受国客会的邀请，伫清华大学客座1年。这项代志，互我不时思考两个问题：咱台湾的中文、英文、日文的语文教育的人才遐尼侪，因中间嘛有真敖讲台语话的，那着我对美国转来开台语课呢？我深深向往，嘛深深相信。今后台语课的开设会愈来愈侪、愈好、愈制度化，来培养母语的识字甲研究人才。我敢要搁继续念落。伫1962年甲63年，我伫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写我的硕士论文。比较台语甲英语的语言系统，我无时问家己，决定我真若留伫台湾的环境，敢会容允我台语袂晓念，容允我专心研究台语研究30年久。伫10多年前，我访问台湾的台语研究前辈，因看到我拢真欢喜，但是真奇怪，拢一开始就甲我吩咐讲，因研究台湾话甲台独、甲政治无关系。台湾有一段黑暗时期，伫戒严的压制下，台语文研究者门关咧认真研究，无互相联络，资料有限，无所在发表因的研究成果。
阁有随时去互嫌疑陷害的危险。我伫国外的情形实在真幸运，也互我加倍尊敬忠实岛内的文化工作者，因伫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担起了保护乡土的责任。今日的台湾已经毋是当日的台湾啊！以后的台语研究成果一定是会超过过去纪录碑。好，我先念到这。念了真好，真感谢莫妮卡。大家敢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我先讲第5趴国科会啦，因为即字吼是较新的字，我是会读国科会。后壁佫有一句吼，客座啊，客座，我毋知我安尼读敢对，敢现场有人会使指导一下，互大家拍扑克表示讲我读了会使啦吼。伫咧第5趴我亲像的梦，因为这可能汉字，莫妮卡伊毋知影毋是相梦是梦，佫有上尾迄句话师资，我查的是师资，我毋知影我第5趴拄则读的遮个字，大家敢有无共款的讲法，还是会使甲我指正一下，若是我有读毋对。若 OK， 互我 pass， 互我甲莫妮卡 pass， 会使互阮一个爱心无？好，感谢。安尼，大家继续第6趴。第6趴，大家敢有蛇是，我是查到师范大学。第3蛇我是读永稳啊，敢有人有无共款的讲法？第5蛇是拢一开始就甲我反复讲，我是安尼讲。第8蛇是无所在发表，安尼敢对？免起爱心，安尼就表示对。后一蛇是丁小岛内文化工作者，因伫种种，佫有台湾已经毋是当日的台湾啊，我是安尼读啦，毋过我感觉这可能会有无共款的读法。上尾一蛇是几若倍，无一定，我就是正确，互大家参考。大家若有无共款的讲法，嘛会使提出来。就这人举手，好，海宇老师先讲咧。好，头一蛇迄个食书，过来第6蛇鸭舌，迄鸭有合喙。梁志请讲。1962到63，即趴的尾3蛇，整整较多敢有讲着，整整不离的种种啊，整整嘿。种种不离的对嘿，过来下骹迄蛇，毋是当日的台湾啊，过来最后一蛇几若倍。好，感谢梁志。大家敢有倒一个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无共款的讲法？咱为第7趴开始。大家好，这趴我来答。好。我现在伫清华大学开一门课，课的名称叫台语读写，是语言所开的。但是所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大学部，也是硕士班、博士班的任何科系，拢会使来选修，是一学期2学分的课，每礼拜上课2点钟。在教这门课的中间，有一项代志互我真欢喜，就是有机会证明，要写台湾话是真简单的代志。伫台湾的学生读6、7年的英语，但是敢会晓写英文。古文嘛是读6、7年，但是敢会晓用古文作文。若是我伫清华大学开的台语课，敢若上10点钟，每一个学生就拢开始用台湾话作文。虽然大家开始拢写短体啊，大部分学生敢若写字仔，也有人才写半页尔，但是到第2个月，就是上课20点钟了后，就会当按因的作文，看出因咧经验用母语写作的记录。好，我先读到这。感谢比如，这2趴大家敢有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比如嘛读了就好，大家最近拢愈读愈好哦。海宇老师请讲。共款迄个硕士班。咱换第9趴开始。
你倒来你验麦有要来试看觅无？无我拄则验麦，哦，你拄则我拄则验麦是要讲头前的啦，就是第6趴第6抓今后台语课，我毋知大家是安尼读迄个是读开式还是开式？即字就是迄个开是读文音还是白音嘛？我毋知，即字我无啥会晓读，因为敢若有2款搁有搁后一趴迄个危险嘛，就是危足侪人，迄个危的迄个落音无去，变做危险。安尼我是要讲即2个。海边老师请讲。开设。我想要补充一下第6趴，拄则米多林讲的迄个危险啊，迄字啊，其实因为我家己是会读危险啦，我知影真侪较住伫南部的人伊会读危险，其实即字我昨有去查过，即2字拢会使，甲大家补充一下。以上。感谢小嘉。第9趴，米多林请讲。第6趴的第3段，台湾的环境讲会拥稳，这有参考差，有的人迄个是读硬，有的人读稳，所以有的人是讲拥稳，拥硬、稳准、英准，这有两个读法。参考差，真感谢。你敢有要来甲阮读1趴？好啊。遮尔有路用、有意义的能力。遮尔简单好学的工具，若留到单伫学校，拢袂当培养，那着用遐济时间去读遐个规世人袂去用到的外国文、文言文，连现代中文也是甲实际的日常生活脱节，对真侪人也是无啥物有路用的工具。照最近的统计，有1半以上的人口，规世人毋捌去读着册，有搁较侪人毋捌去举笔写文章。这是40多年来的北京话教育的恶果。华语是外地语言，课本的语词、甲语法、文化、甲社会，拢甲学生的经验脱节。课本的华语甲老师、校长、家长的台湾国语无共款，学校用这种语言进行教育，只有培养死记课文，无鼓励学生观察实际语言的习惯。学生袂当想安怎就安怎，就写安怎，想安怎就写安怎。母语袂使写字。台湾国语写落去，若照课本来比较，是全错误。凡是囡仔拢有真强烈的表达家己感情的想法、的需要甲意愿。语文教育上重要的目的，应该是鼓励学生有发表意见的意愿，培养因的发言甲创作的正确、的清楚。有优美感，有说服力。到这。好，感谢米多瑞。大家敢有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凡是别种讲法？小嘉先讲。我有2个字要补充吼，因为我读的甲米多林无共，互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迄个培养。我是会读培养，我毋知安尼敢对。另外一个字是迄个脱节啦，我是会读脱节。以上2字补充。感谢小嘉。第2请讲。我去查迄个发表我发现迄个发表伫台日大词典内底其实是发表。现代的教育部的是发表，古早的是发表。感谢第2梁志请讲。迄句培养死记课文，即句感觉怪怪。那我会甲读做培养硬记课文，即个死记毋知敢是有受到华语影响？因为我死记这2字我是查无，培养，毋知大家拢安怎读？敢有人佫有无共款的读法？其实培养我有查到，培养，佫有培养，
敢阁有无共款诶读法？第9趴敢有啥物意思，阁要提出来讨论？无好，感谢大家，安尼刷落来，敢有人要继续落去读？第10趴 ，Midori， 嘿，请讲。我要讲上尾一个字啦，就是迄个说服力。我拄则敢若读说服力，第8条变调应该是较加一撮啦，说服力。黑米老师请讲。脱节，但是脱节，我是感觉可能节较歪迄个意啦，节有可能较接用是节日迄个节。毋过这无100%绝对，因为有诶词语嘛会用比节啦。毋过若是单纯看迄个节诶词语是较歪即个脱节即个意思，毋过即个嘛是华语词啦，所以罔参考。感谢黑米老师。第10趴敢有人要来读？无我来读。是安怎我诶台语课诶学生20点钟就会晓讲台湾话，就会晓读台湾话，欢喜写台湾话，因为我培养因观察、欣赏台湾话，培养因了解因家己甲别人诶台湾话诶习惯甲规律。我鼓励因用因上自然诶语词，表达因诶感觉、因诶心思、因诶理念。遮尔简单诶文字，若无要互学生学习。有人讲语言甲文字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我讲是工具无毋对，但是不只是工具尔，台文抑阁有真侪其他诶社会功能甲心理作用，毋是其他诶语文、华语、中文所会得代替。语言甲文字除了沟通以外，还有啥物其他诶作用？语言是族群认同诶技能，若无台湾咧选举诶时阵，候选人若要用台语，文宣诶传单若要用台语，咱平平是讲咱诶话，平平是咱诶人，票爱投互咱诶人。有人讲咱保留母语就好，毋免阁用时间用精神去写台湾话。以上，我著甲较底先读了，我读诶，敢有啥物所在读毋对，请大家甲我指正一下。好，无我换下一趴，敢有人要来读？好啊。有想看法诶人，伫台湾诶当今社会袂少，真济阁是真关心台湾社会，热爱台湾文化诶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即种消极诶想法，拢是出伫别较惯势诶人会感觉别较方便，较惯势，岂有必要斗期待诶心态，用自然诶骹行路。对老阿婆是袂惯势，无重要；对下一代是真自然、真重要。伫我40年来研究语文教学经验中，少年人学语言也是文字比大人加真紧，上请汉字甲罗马字爱趁少年同时学习。咱用学习台语罗马字来做例。已经写汉字写惯势诶人，特别是中文作家要来学罗马字，若比囡仔学较慢，甚至比遐毋捌汉字诶老阿婆仔，台湾话无啥物会晓讲诶外国人阁较慢。我伫清华大学诶台语课证明即点。现在台湾各大学诶学生台语刊物也证明即点。参与台语写作上侪年龄群是少年人学生群。以上。感谢梁志，梁志，这2趴敢有人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想要补充一个字，我诶读法甲梁志无共，就是伫咧第16趴诶上尾迄句话，我是会读年龄群啊，拄则梁志敢若是读年龄群吼。我诶读法甲你小可无共，以上补充。感谢小嘉。敢阁有？其实吼，我对迄个即是已经出现足侪摆啊，就是第15趴第4节第1个字，即个起有必要啊，梁志是读起有必要嘛。毋过即字我查，其实伊有足侪读法，其实读较有必要。大家敢有其他诶读法？
例如请讲。伊即篇可能较古早吼，用一寡汉字，即马拢较看袂着，亲像迄个嘛，还有即个去，即个去我拄则孙一个，敢若拢换做甘，拢读会通哦。我毋知影伊是毋是用即个字去标迄个甘的迄个音，嘿啊，若甲全部拢甲伊换做甘安尼，敢若拢读会通，而且佫较好读，嘿，都大家参考。真感谢第有感，无好，安尼第17趴若无自少年，迄位老师请讲。迄个你若要对大字读书等的汉字，伊是减，就是减有的迄个减啊，迄个意思甲减的意思是差不多，补充一下。感谢迄位老师。第17趴，有人要来读一个吧？互我试看觅好啊。大家即摆有牙麦拢已经读过一摆啊嘛。歹势，我先来读即趴，安尼17、18。好，安尼我开始。若无自少年时代学写，读咱上自然的母语，先去学习华语，抑是文言文，后来才要来学写台语，就亲像细汉拔骹行路惯势，大汉若要恢复用自然的骹来行路，就爱一段真久长的时间甲努力，亲像将咱今下暗伫讲的话语，一句一句，自自然然甲写落来。对少年人、大学生较容易，对老练的中文作家较困难。若是对小学有开始学，就较好学。大汉了后，因台语甲中文拢一定会写得足流利。所以我请大家毋通用大人的观点来讲台湾话歹读歹写，咱爱互咱的子弟有机会去读咱的母语文学，用母语去写因的生活。我甲上尾迄句19趴嘛顺续读一个。到底为什么口头的台语以外需要书面的台语文？以上。感谢小嘉。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梁志请讲。老练，亲像迄段的第二段，对老练的中文作家较困难。感谢梁志。第17趴第3段，大汉若要恢复，大家敢无别种读法？对，其实即字我想要提出来讨论一下吼，因为你若看着迄两字的时阵啊，大家应该拢是会读恢复，还是讲恢复？毋过我查到的其实无恢复即个发音啦，都是恢复，头前有一个 K 啊 ，KHOE， 嘿，毋是 HOE， 嘿，我即字真正就对我来讲，我头一摆听到，就是看到讲即个字其实爱读恢复。我想要请教在座的推语，就是敢有人安尼读，还是讲即马大家已经互华语砍去啊，恢复就变恢复啊，都无恢复啊？嘿，以上我想要甲大家请教一下。Midori请讲。我是讲恢复，毋过我咧记，我是甲迄个另外一个字笑亏的迄个亏安尼做伙记，因为笑亏就无人会讲笑花。那两个字就行啊，台语就侪是伊外表看起来就行的字，其实读法拢共款，所以迄个就是爱读亏，读花应该就是互华语砍去安尼。感谢 Midori。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咱有读册会推有讲伊的教会报拢是写甲小甲读的共款是恢复。林小伟你好。嘿，你好，歹势，头我咧讲迄个恢复，毋过我家己咧念的时阵较直觉的念法，我会讲恢复。我咧想讲即个恢甲迄个回，就是汉字的回，伊这敢会是这两个利用通用，单变成我爱念的时阵，可能有人会念恢，去互华语开去变恢复，嘛有人讲恢复安尼。来，迄位老师，请迄位老师甲咱解答。嘿，迄位老师。迄个亏吼，我是感觉也是爱读亏才正确啦。迄个有另外一个咧，咱嘛注定拄着，就是迄个共款华语是好，台语变做科的，就是迄个环境啊，足侪人会变做环境，
所以我感觉迄是，就是迄个去互花枝牵去的。拄则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迄个，有一个词，另外一个是会的，迄真正是无共词，所以迄莫人做伙。感谢迄位老师。大家敢还有别的词，有啥物疑问要提出来讨论？第20趴就是为第。按公照举手，是毋是想要来读即趴？我歹势我无看到，按公照，好，感谢你。第一，书面语较有深度，较有完整性。一个学生若是伫甲父母、老师讲话，因的思考无够周至，表现嘛无够完全，所讲的题材嘛有限，真粗浅。若是书面语呢，咱有看最近几年来一直在发表的台语文章，题材有够侪。连我迄班台语读甲写的课，作文的内容，逐项有关怀社会的、环保的、笑亏的，有介绍家己的身世的，有抒情幻想的，有心理分析的，嘛有少年妈妈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拢是在讲出因的所看所想，读因的台语作文，我才了解到真侪我较早袂去看到、袂去想到的代志。写文章的是一个人会当坐落来想，将因的心情去深思，亲像因甲因父母的对话，去反省、去珍惜因甲亲情、乡亲的来往，因甲社会、乡土的关系，因会当去慢慢详细来分析、来了解。才会用讲的讲袂周至，较即个词，我毋知影意思，等下大家可能会使讨论一下。用写的较有时间通思考斟酌，嘛较有深度，较有组织，较有效果。台湾话文是咱的台语生活中甲思考中较有深度的反省，较周至完整的表现。以上。感谢按公照，大家这两个字啊，毋知大家敢知影这两个字是啥物意思啊？较食，迄位老师敢知影？嘿哦，伊的迄个原文敢是嘛是写安尼？嘿，伊的原文嘛是写安尼。我嘛毋知。因为我有去对过，伊开始是写安尼，毋过就是毋知影伊是啥物意思。好，嘛有可能当初是拍毋对。来，梁志请讲。有几个词啦，甲拄仔迄位老师讲的迄个环保，拄仔念环保吼，啊，搁一个迄个有两个迄个入声作音迄个分析，啊，搁一个是组织。好，感谢梁志。第二请讲。拄则听着迄个题材，敢若读做题材，毋知有听毋着无？啊，搁有一个是有介绍家己的心事的，有抒情，拄则听着抒情。感谢第二。歹势抒情才对。抒情，感觉有20趴的安尼，啊，第21趴第2，敢有人要来甲咱读？对啊，就为头开始好啊，拄则头一趴是毋是连小话读的？敢有法度介绍帮咱读一个？第21趴，感谢。好，安尼我就来读迄个刷落去吼。安尼，第二，说面语较有具当性，社会甲文化爱有文理上的累积，才有历史连贯性。咱讲话靠声波传去互听的人，无到一秒间，咱的话随时无去，消失伫空气中。若是咱的话要留落来，要传较快的、较好用、可靠的，也是靠文字，要靠人的记忆，真袂可得。台湾人嘴讲的话语，甲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是台湾人集体的文化命脉。若是咱的台语书面语呢，是台语文化看较会着
提较会到的台湾人集体的历史文化的命根，是较会当互家己的语言甲文化有自信、有尊严的凭据，是加真明显、加真有系统性的台语文化的整理甲记载。好，到这。好，真感谢连小伟，愈读愈好啊！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好，龙志请讲。我听着两个，一个是书面语，书面语，第二迄个书面语吼，啊，搁来第五抓迄个台湾人集体文化命脉。感觉有人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我补充一字吼，伫咧较后壁的部分，台湾人集体的历史文化的命根，我会读命根啊，拄则连小伟是读命根晓，我毋知影大家拢安怎读的，来第二请讲。命根全 Q 啊，命根将 Q 拢有。好，感谢。感谢。迄位老师请讲。上尾迄是记载哦，拄则我听着敢是记载。真感谢。第20字，我感觉即拍较困难。例如，我来读看卖啊。第三，书面语较有看度，较有广阔空间的整合性，较会当建立台湾文化的共识。台湾是第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移民社会。自从福建时代，就有几啊摆的分配移民，甲无共民族的融合。移民到台湾了后，文化、语言甲民族还佫较济。汉人的河洛甲客人拢有甲原住民、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经过真密切的接触。后来佫对日本、美国有吸收现代化学术、科技及工商文化。台湾的文化史，通讲就是多种文化力量的共存竞争，甲融合整合的历史。这个多文化的文化特质，反映伫本土语言里的语音、语法、词类，也反映伫台湾创作的，也是民间文化甲艺术内。台湾的学术界、文学界，佫有各种背景甲理念，要整合了解这个来建立着共识。需要台语，也需要台文，整合广阔多种背景的台语文化，是本土的，是现代的，是有世界视野的，是比原来的任何一个文化较高品质的文化。好，真正就好诶。真感谢你读了真好吼，即拍其实是真无好读。大家敢有啥物倒一个词要提出来讨论？第二抓迄个融合啊，Midori请讲。我嘛是要讲即字，伊迄汉字应该是写毋对去，是融合，无合是另外一个，就是合，咩讲合喙的迄个合啊。因为这应该是日来词啦，伊原底是日语，所以这应该是汉字写毋对。是另外一个是合。到后壁嘛，佫有嘛，对无？就是即拍内底即个词后壁，伊其实是有出现两摆。第八抓迄个，例如伊读词类啊，我查即个这两字词汇，这两字其实我是查无诶。毋过若是甲即字换掉，换做另外一个话，就是有词类。大家感觉有别个意思要讨论？安尼过来，第23、第4，敢有人要来即看卖？两字。好，第4，书面用语家己的话来写，比用华语来写较有亲切感、真实感。台湾社会文化内涵虽然也会直用华语表达，但是经过华语翻译的过字，会失去一寡台语特有的物件。当时佫较安怎？拢无法度通脱离中文背后的文化包袱。写中文爱用的中文思考，用中文思考就无法度
无去使用遐个远远伫中国大陆的文化所产生的华语词、华语成语，因为华语代表归向中国的文化角，来源是中国的中原，规范的标准是中原现代的中心地北京，来用华语来写出台语文化，应用会有偏差，用台语写，才会当用台语思考，才会当有乡土的实在性甲实感性。以上。好，感谢梁启，大家讲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我干若有一字，嘿，就是伫咧上尾啊，迄几蛇规范的标准，是标准，是中原现代的中心地。嘿，第二项嘿，迄个英英啊，敢有人想要读王王？我即马咧查代志有收王王呢。佫有小可拄则讲的迄个标准甲标准。标准。敢佫有？下面老师请讲。两款拢会使啦，毋过我较爱读标准，因为我超过我爱甲中国语共款。敢佫有其他的字？第一抓迄个台湾社会文化的两字是安怎读？你是读内涵还是读内涵啊？内涵啊，敢是？内涵。应该是我应该会写内涵，讲内涵。敢有人会读内涵？敢若即两款拢会使。梁市第二抓迄个过字是无？还是过字？过字。敢有人读过字？有，我读过字。小可跟我共款。第24趴书面语较有深度，即开始。莫妮卡，搁要来甲阮试读一趴无？好啊，我搁来试看卖啊咧。书面语较有深度，较有纠长性，较有整合性，较有本土真实感。若要准备用语言对话做记录节目，嘛爱着书面语剧本，才会当提高品质。无台语剧本，若要提高台语电视广播，我无啥遐念广播的娱乐报道节目的水准是等于空谈。文字是文明的利器，无文字的语言可能就会当有尊严，但是无地位。伫台湾这个现代化社会，台湾话若无用文字，袂当有教科册来教育台湾人的主题。文字是台语要有地位，要进入正规教育的必要工具。好，我先念到这，多谢。感谢莫妮卡。读了真好。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讲一个就好，就是第25趴。我第一抓我可能会安尼读，我会读讲可能也会当有尊严，互你参考。就业的朋友，你有啥物意思要参与讨论吗？我是拄才入来，所以敢若听着一两句仔尔，就是有听着几若个词，就是。要参与分享一下吗？嘿，就是我听起来，就毋知是有腔口差，还是无标准的。迄个教育毋是育，迄个是进入嘛？进入。敢佫有？就安尼尔。感谢你。请问你安怎称呼啊？真歹势。应叫我阿基就好。阿基，阿基，感谢你的分享。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补充一下第24趴，第24趴第3纸，娱乐节目，还是娱乐节目安尼，嘿，我会安尼读。
共一拍的上尾啊迄字吼，我会读空胆，哦，我迄个空 A 无看清楚是 KHONG 嘿，就是 KHNG 嘿，空空胆。共款共一拍吼，迄个广播啊，广播嘿，广播。啊，我第24拍先补充到遮，迄个弟有话要讲，则讲。请教各位，迄个文字是文明的，恁会读来去还是离去？我查着了，是来去。毋过普通我若无查字典，可能我就会读离去。梁志请讲。咱若甲念做来剑安尼，敢毋知敢有效用？就是另外一个讲法嘛。啊，过来就是我较拄仔有听着吼，一寡词啊，一个是第一逝久长性，啊，过来第一逝后壁的真实感，啊，五六则讲过啊嘛，广播嘛讲过啊，过来就是即拍尾啊的节目，啊，过来就是后一逝的教科书，啊，过来最后是必要工具，系以上。感谢梁志，下笔老师请讲。我补充几个，尾啊，拄则睇尾啊第二拍，尾啊第二段迄个广播嘛有人是讲广播，在腔口差。啊，拄则有讲的迄个五六，还是讲五六，拢会使。尾啊迄拍拄则讲的迄个来去还是离去吼，我家己是感觉即个词，伊是照华语的意思啦。啊，若是讲来去，应该是讲迄种倒啊迄款的物件。当然你要安尼解释嘛是会通，毋过我感觉伊遮意思是较活华语的利益的迄个字啦，所以我是感觉拢会使。上尾迄个必要工具还是工具拢会使。工具。好，感谢海比老师的补充。26，我最近有看到，敢有人要来读即拍，轮一摆我看，谁还袂读第二摆吼？下骹有一位朋友敢若想要讲话呢，迄个龙龙你好。嗨，我头一个入来，我想讲试看觅。好，真感谢你。你手头敢有册？敢要甲阮读？我有开迄个PDF。嘿，你敢知影阮即摆读到倒位啊？我知，我拄仔拢会听。好，对，看着。好，安尼你后壁第26拍、第17拍，就请你帮阮读一个安尼。好。好，感谢你。我最近有看过宜兰县、屏东县所编出来本土母语教材，以及台北县乡土教材，会当看出各县伫教材方面所做的努力，嘛会当看出要拍破一个社会所面语传统真无简单。宜兰县对双语教育上紧卡手，本土语言实验的教材，各中的有学生用的课本，但是内底互学生看的课本95%以上是中文，国小部分无学生课本，只有教师手册，内底指引老师安怎引导学生使用台语。宜兰县主要的成就伫语文教育的内容甲题材开始有大量本土济量本土的作家，有本土的内涵。屏东县呢，就有完全台语的课本，拍破中国文人党文的迷信，也无顾中国沙文主义者所讲的书写台湾话，就会分裂国土的强合。这本教材值得咱重视，现在搁在精补修改，我有写一篇6页的评论，好啊。真感谢龙龙，龙龙，就安尼称呼你嘛？你敢会使自我介绍一下？叫阿良就好啊。叫阿良就好啊。真感谢你读了真好。两拍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敢会使请问大家，就是迄个，啥是第4逝？宜兰县对双语教育上紧卡手，还是双语教育上紧卡手啊？若以我第理解吼，我可能会投迄个双语教育
上紧骹手一票。好，第二起爱心安尼2票。哦，两次嘛起爱心。好了解。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歹势，我有一个问题。好，请讲。迄个内底写书面语，这是要哪读啊？因为我这3个我袂晓读。若是我会读书面语。书面语。哦好。啊，毋过拄则我听拢你的腔口吼，你是语拢是读语对无？所以你若是要读书面语，我感觉嘛是应该是会使啦，是毋是安尼？我两个腔口拢有啊。OK， 两个拢有，拢连做伙啊。嘿啊，啊，阮即马因为即字吼，伊为头前到即马已经出现足侪届啊。嘿，啊，我听着的大部分的人拢是读书面语，嘿，啊，应该是安尼都都 OK 啦，嘿。啊，若是有其他的讲法，书面语、字面语，可能拢会使。来，那个迄个米多林请讲。屏东县迄段第2纸也无顾中国沙文主义者，伊拄则敢若是讲主义者，义迄字，啊，佫有伊佫后一纸上尾迄个腔下是毋是？这敢若有别个讲法，这大家拢安怎读？腔下迄字。讲做腔合。腔合较济吼。啊，若较口语化，就是甲人呛的意思。真感谢。即趴讲人佫有啥物事要讨论？我最后补充一个字吼，第27趴，迄腔合的头前迄几个字吼，我敢会使请迄拢佫读一届迄个分裂国土，你拄则是安怎读的？敢会记诶？拢，敢佫有伫诶？有。嘿，迄个分裂国土，你拄则是安怎读的？我袂记啊。因为我拄则听敢若有淡薄怪怪，我甲伊迄个字画起来。分裂国土。分裂无？还是分裂？现场敢有人会使分享一个？分裂国土，第8条爱变第3条。分裂，你若后壁无分裂是第8条。啊，你若分裂国土后壁佫有下顺，你着变条分裂国土以上。吼，嘿啦，因为伊是若无迄个伊字底是排列的列嘛，所以应该嘛是讨的入声，毋是破的。感谢补充。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安尼，咱上尾2趴，佮请一位朋友来甲咱读，安尼敢好？敢有倒一个勇士？勇士，来，咱即马已经11点半啊，有人举手啊。我念两遍。感谢好。为倒开始，台北县开始嘛吼。台北县嘛有特编台语的教材，愈编愈好，有鼓励学生的台语文写作。相信联编会有当事人的报告。现行的国定统一语言教科书违背民主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军国主义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的主要工具。第二次大战了后，联军要求日本废除统一的国定课本，催促因走向教育民主化。战后日本也因为安尼，社会民主教育进步。台湾各县市的母语教材愈适合台湾多语言、多文化社会的需要，符合民主科学教育精神，弥补现行学校教育课程的不足甲这2字我袂晓读缺陷。目前咱的台语课本需要多元发展，有比较有选择、有公平合理的竞争，将规买台语的课本会比华语较高品质。较适合台湾的语文教育的需要。真感谢，大家敢有梁志请讲。台北县的这趴吼，相信这个是连咪的，这是足讨厌的字，但是咱甲了解一下，得连咪会有当事人的报告。系啊，再来就是迄个较拄仔迄个缺陷嘛，佫头。嘿，佫一个符合民主
符合民主科学教育精神，迄个是符合，个缺陷和以上即三个补充。好，感谢梁子。阿基是毋是有举手啊？嘿，我举手嘛是要讲连面迄个事，连面连边，就教育部提啊。啊，敢佫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海米老师请讲。补充一下，拄则梁子讲的迄个是符合，毋是符合，吼是符合，嘿，所以是符合啥物啥物的。可能拄则有，我册内底是迄个366页的第三节，迄是催促，拄则敢若是促，读做促去。感谢海米老师的补充。大家敢佫有啥物事要讨论？大家敢佫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即篇？因为即篇真正较长，毋过我感觉即篇文章是真好，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你若是有任何的想法、看法，拢会使写读册心得，放伫个阮读册会网站。你若是有要发表，请你用台文、用罗马字还是汉字拢会使。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即个读册会，甲大家读册，佮做伙来讨论意思，实在是真趣味。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大家晚安，拜拜。拜拜。下礼拜过来哦。拜拜。